酒逢知己千杯少啊，話不投機就半句多。唉，飲一兩杯啊，講啲嘢俾你聽下。點解澳門咧？佢嘅英文叫做麥鳩，都唔拉更嘅啫冇。其實有個故事嘅，以前嘅澳門嘅人咧都係打魚為生嘅。嗱，就係、個葡萄牙人咧上岸嘅時候咧，佢就唔知啲澳門呢個咩地方嚟，佢就用嗰個葡萄牙嘅話嚟問嗰啲地方嘅人啊，我可以講乜嘅佢嗰度人邊度知道你噏乜咧？邊度識葡萄牙話咧？所以而家回答佢啦，乜鳩啊？你講乜鳩？乜鳩？所以咧，澳門葡萄牙人就安叫做麥鳩。我哋講啊，如果人哋話你係澳門風扇咧，你自己執生啊！咩叫澳門風扇？麥鳩 friend 啊嘛，你係麥鳩飯啊，明白嘛？唉，風水先生呃你10年8年，聽我講嘢啦，嚟啦，大家晚安。